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你嘅產品或者廣告喺全球最大嘅搜尋器 Google 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？喺呢個視頻，我哋會教大家點樣可以喺零成本嘅情況之下達至呢個目標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嘅海量數據變化。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睇晒。Google 搜尋器帶嚟200幾萬個搜尋，域名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封郵件。我哋點可以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，讓我哋喺同行裏邊遙遙領先呢？點樣可以利用到 Google 同 YouTube 呢兩大搜尋平台，將我哋嘅產品帶出嚟呢？我哋今日分享一個關鍵詞 ：iPhone 5 Mobile Marketing。iPhone 5喺今年同去年都係一個知名品牌。喺呢度帶嚟嘅相關連接有2億6800萬，係2億6800萬。喺首頁頭4個都係我哋為客戶做嘅排位。喺呢個排位裏面，大家可以睇到佢嘅外聯帶嚟嘅全部都係經過 YouTube 帶過嚟。我哋今日講嘅 Video Marketing 確實係我哋產品嘅唯一選擇。我哋再翻去 video 嘅頁面睇下，呢度基本上首頁俾我哋霸佔晒，下邊多咗3個競價廣告。第2頁競價廣告多咗，但係左邊嘅自然排位依然係俾我哋霸佔晒。第3頁情況都係一樣，第4頁情況都係一樣。去到第5頁，我哋嘅優勢依然存在，而我哋講嘅自然排位，佢係點擊點唔走，越點擊就越高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我哋嘅產品確實沒有其他選擇。我哋今日講嘅 Video Marketing 並非遙不可及，而係近在咫尺。YouTube 呢個平台係一個免費開放嘅平台，係讓大家有個空間去展示你個產品，讓你哋個海外客戶可以從好遠個距離變成好近嘅距離，就可以觀賞到你個產品嗰個效果、個應用，從而增加你喺行業裏面嘅知名度，增加你個業務機會。我哋今日為大家分享一個免費平台 Podcast Channel， 係一個免費嘅視頻平台，佢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視頻平台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個視頻或者廣告播出之前，我哋絕不加插廣告干擾，讓大家嘅視頻或者廣告直接可以喺消費者喺觀眾面前一一展示。同時，消費者亦無需要下載任何應用程式，就可以利用智能手機搜索瀏覽呢個視頻、呢個廣告。呢個係我哋嘅優勢。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任何諮詢嘅，大家即管同我哋聯繫一下。喺嚟緊嘅5月20號，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，重新出發。地點係香港工業總會培訓中心。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產生興趣嘅，大家不妨點擊呢個鏈接，下載報名表，報名參加。多謝大家。